继续咱来看拖拉维亚的总统当选人林克维奇斯，伊向拢伊因为大力支持乌克兰受到大家关注。初八伊正式宣誓就职，成做欧盟头一个公开同志身份的元首。不过，伫乔治亚有同性恋相关的活动，煞是去互保守派人士抗议，规个场面是变甲乱糟糟。 音乐声中，拉脱维亚总统当选人林克维奇斯继过前总统李维兹手中的阿爸，初八正式宣誓就职。现年49岁，林克维奇斯在2014年公开信仰，成做拉脱维亚头一位公开出柜的政治人物。这阵更加成做欧盟头一位公开出柜的同志元首。这一路行来拢无简单，因为要争取 LGBT 权益，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充满挑战。 红北警察甲群众会斗阵，交伫阿修多、伫比利斯，正伫举行同性恋骄傲节。无想到当政教牧师甲保守派，大约2000名的抗议人士，放火烧各种人权标语，互主办人士非常的生气。 For the last 2 years,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organize the march, because of the violence, but we moved to the private closed events. 主办单位生气批评当局甲示威者勾结扰乱节日，也过一名政府官员讲，有活动是伫湖边的空地举行，说讲警方真难监管这类活动，假设是无人受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